中国宣布9月初3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，嘛要邀请国民党拍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参加哦。咱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是强调讲，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拍赢一场战争，中国利用统战要来分化咱台湾社会的团结，望讲民众甲军人都唔通受到中国的洗人。 中国宣布为着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，9月初3会伫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，由习近平亲身主持，并且发表重要谈话。佮讲会邀请国民党抗日的老兵到场观礼，这也互国防部长顾立雄讲谈话回应。中华民国所率领的来打赢这一场抗战的胜利，不是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中国一贯的用这种统战的伎俩来分化我们社会的团结。这些退役的老兵要警惕。强调抗战是中华民国拍赢的，顾立雄呼吁讲，退役军人不应该受到中国的分化甲诱拐。刘委会更加严正警告，相关人员若参加中国党政军的庆典，会失去退休俸。他可能需要一种展示。 但是真正的一个战力，我想并不在于这种展示，密切的收住这个共军他们所可能使用的这个侵台的这些手法，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。也拿各界关注，在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之下，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半枚推亚的行动，都是伊朗的核设施，敢是也对台海局势传达相关的信号。哪些可以作为我们 国防精进的建言，可以看出来，还是有很多的战术战法，然后还有相关的欺敌的这些作为，都可以作为我们借鉴。台湾的这个失守可能会造成第一岛链的失守，那美国的话，它也会不会说来做介入？印太的战略最核心的一个目标，当然还是在于防止印太地区，当然重点在台海地区，当然也包括南海或者甚至东海等等。 没有任何的战事，还是他最优先的一个战略目标。顾立雄分析讲，美国唔那是展军事力量，是展现必要的时保卫核心利益的决心。也那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，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。同时阵，国军也密切监控中国辽宁号、甲山东号双航母飞行的情形，也佮有解放军最近行动敢有增加的趋势。顾立雄指出，最近并无出现古怪的情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